本港舊年一共錄得15000幾宗網絡安全事故，按年升27%，創咗新高。人工智能技術越趨普及，網絡攻擊嘅手法亦都層出不窮。香港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發表報告，話本港舊年累計錄得15877宗網絡安全事故，按年上升2成7。其中大約5成7係釣魚攻擊，一共8973宗，按年升1成半。由電郵蔓延到即時通訊軟件平台、加密貨幣平台等等。其次係僵屍網絡，有2000幾宗。至於易受攻擊系統嘅個案就有2328宗，按年大增超過3.6倍。咁講咧，易受攻擊系統咧，其實嗰陣時都係有組織咧，係有個網絡安全嘅組織咧，係特登去做一次 scan 咧，去睇下其實呢啲公佈咗嘅一啲漏洞咧，係有幾多仲係未被修補嘅。咁呢個係一個一個proactive 嘅做法啦。咁跟住我哋收到情報之後，又再對比翻香港啦，咁都見到原來香港都有幾多呢啲漏洞咧係未被修補嘅。中心有預測，今年最大嘅網絡安全風險嚟自人工智能驅動嘅網絡攻擊同代理式人工智能。即係佢可以幫你，譬如話讀個電郵。咁如果佢讀嗰個電郵係咁啱就係一個釣魚網站，咁就相當於係有一個冇安全意識嘅員工幫你讀咗。你要考慮一下，有啲乜嘢係俾佢做，有啲乜嘢係唔俾佢做。中心建議企業要提高員工嘅網絡安全意識，並且制定政策同埋操作指引，規範人工智能嘅使用。無線電視記者陳永琳報導。